Hello，大家好，呢度係逆林逆數，我會用數字經去幫大家解讀運勢、感情同事業。今日嘅主題係你哋初見面嘅時候，佢覺得你靚嗎？我準備咗3組唔同嘅數字，佢哋係冇任何特殊意義，只係作為你哋今次嘅能量指示。第一眼覺得最順眼就去揀嗰組。然後我會抽每組對應嘅資訊牌同關鍵字，你哋記得對照一下，睇下邊組最貼合你同佢近排嘅狀態同埋個人信息。因為呢個係大眾解卦，未必可以對應到所有人，所以中1至2項就 OK 㗎喇。3組分別係第一組3742，第二組519，第三組8613。我哋先對應下第一組資訊牌。習慣用雙肩背包，唔識得踩單車，住喺10樓以上。拜金女，嚴以律己，冷暴力，體脂10至15%，凌晨時分，觀音誕，小米手機，手錶寶璣，龍鳳胎，有未接來電，瞓唔着，累了疲憊，幸福肥，熱飲，祖母綠，大學。Omega、Costco 會員、PQR、戴口罩、安徽宏川西遞、品牌 Versace、獵頭公司、手錶朗格、摩洛哥拉巴特、東京餐種、骨架偏細、手錶伯爵、加拿大渥太華。吉林、蜜蠟、貓、針灸、七龍珠、香港中文大學、星期一、春天、電車、純色手機殼、積家、芬蘭、赫爾辛基、布甸狗、荷蘭、姓名學。品牌冠藍絲，香港理工大學，品牌夢寶星，肯亞內洛比，西班牙，品牌天梭，火影忍者，捷克布拉格，星期三，品牌 CK， 合租，聽到一首粵語歌，最近有一場考試。第一組3742嘅朋友，我哋會抽2張牌。第一張係見面嘅時候，佢覺唔覺得你靚呢？第二張係佢對你有咩諗法啊？當時2張牌。第一組有人係高學歷，係某學科嘅學霸；有人好自律，要求好高；有人好聰明；有人好鍾意讀書去提升自己；有人好鍾意周圍去，或者係工作需要周圍去；有人好鍾意手錶，或者有某啲品牌嘅收藏品；有人喺藝術或者運動方面有天賦；有人對中國文化有興趣，而且有研究。呢一組有人工作能力十分之強，有人好厭蠢。跟住我哋睇下第一組抽到嘅卦，分別係地水師卦同埋山水蒙卦。關於初見面嘅時候，佢覺得你靚唔靚呢？你抽到嘅卦係師卦，師卦象徵住係統帥主將。呢張牌亦都暗示住對方係覺得你有涵養、有教養、有實力、有格局、有分量。呢一組牌嘅重點係氣場，而師卦代表住係眾人眼中嘅印象。即係對方客觀嚟睇咧，你嘅外貌係得體，但係你俾佢嘅吸引力唔係來自樣貌，而係你嘅氣質同埋言行。呢一組俾我感覺係你哋見面嘅時候應該有啲比較正式嘅場合，或者係比較 formal 嘅會議，並唔係相睇或者係朋友 gathering 食飯嘅場合。跟住我哋睇埋右手邊嘅山水蒙卦，蒙卦講緊嘅係模糊不清、唔確定，即係代表住你哋係一個初識嘅階段。
喺初次見面之後咧，其實對方未有形成一個好清晰對你嘅評價，佢望住你就好似隔住一層霧咁啊，朦朦朧朧睇到佢表面嘅，但係摸唔透你真實嘅性格同內心嘅諗法。佢覺得你係好神秘嘅，心入面亦都好多疑問，但係唔反感。佢有一種好好奇，想觀察你、了解你嘅一個狀態。但蒙卦咧有個重點叫做匪我求同蒙。同蒙求我，即係話佢其實唔會主動積極咁樣撲埋嚟了解你，佢係比較被動式咁樣等你釋放啲訊號，你主動同佢互動，佢先至會慢慢同你互動。俾我嘅感覺係對方都幾內斂同埋謹慎，咁有可能同地水師卦有關。對方覺得你有底蘊、有見識、有實力，俾人一種感覺咧係富養出嚟嘅，所以佢小心翼翼，唔想或者唔希望冒犯到你。又或者喺你哋嘅關係入面，佢係唔可以冒犯到你。你哋當時嘅關係情況有可能係上司下屬，又或者係甲方乙方等等。總結，對方唔係第一眼就覺得你五官好驚豔，而係感受到你身上嗰股氣場氣度。你俾佢一種感覺係你好有教養、好有底蘊，好似係一個好好嘅家境情況下培養出嚟嘅人。同你溝通係感受到你嘅學識同埋自身嘅實力，係會有敬重嘅感覺。你對佢係有吸引力嘅，但係你嘅吸引力係來自於自身內在嘅氣質同埋格局。你自身係自帶一啲距離感同埋威嚴，所以你初見面嘅時候咧，佢其實唔敢靠得太近，佢全程係朦朦朧朧，係靠猜想去將你拼湊埋一齊。雖然佢睇唔透你，但係佢唔會覺得你有攻擊性喎，因為山水蒙艮為山係有收斂嘅感覺，所以佢感受到你嘅氣場，但係唔係覺得你處處逼人，亦都唔覺得你係一個攻擊性好重嘅人。以上係第一組全部資訊，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！我哋而家睇下一組，我哋先對一下資訊牌。辰時朝頭早7點至9點，犯太歲，河北、新西蘭，租約到期，雙生火焰，雙子座，二分，生氣，一杯倒，520。唔食紅蘿蔔，考研上岸，去咗書展，唔擅長表達情感，轉行，鍾意 K-pop， 調理身體，表白或者示愛，理型身材，鍾意即影即有相機，陽虛，食緊小餅乾，極端分子，火 ，ISTP， 天秤座，制服控，另一半係 E 人。音樂世家，有冥想習慣，前度有復合嘅意向，有人失約，有人聽日 day off， 咖啡因過敏，廣州人，東山再起，重新出發，新生兒罕見疾病，被裁員，留級生，柬埔寨金邊，三高糖尿病。丑時夜晚1點至3點，被告白，寧缺毋濫，高要求，手錶百達翡麗，西班牙馬德里，牙醫診所，山東泰山，佛誕節，唔想解釋，唔想爭辯，嚴以律己，塔羅占卜，迷信。幼稚孩子氣，打算領養孩子，細佬或者細妹返緊學，習慣喺交通工具上化妝，住喺大單間，最近睇咗場音樂劇。揀第二組嘅朋友519。我哋會抽2張牌，第一張係你哋初見面嘅時候，佢覺得你靚唔靚呢？第二張牌係佢對你有咩諗法呢？當時2張牌，第二組嘅朋友，有人好聰明，有人好貪靚，有人同另一半好有緣分，有人有感情潔癖，有人係丁克。有人唔想生小朋友，有人生唔到小朋友，有人好享受個人嘅空間，鍾意獨處，有人好鍾意聽音樂，無時無刻都播緊音樂，有人鍾意同自己好唔一樣嘅人，
有人有好多追求者，有人最近做過塔羅占卜，有人好迷信，佢會攝太歲又或者去拜神，有人嘅母語係粵語，或者佢係聽得明粵語。有人處於人生嘅轉折點。第二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地雷復卦同天山遁卦。地雷復卦講緊嘅係雷在地中，第一眼係唔會覺得你嘅外表好震撼，但係佢越睇就覺得你越順眼越舒服。你俾佢嘅感覺咧係氣質好乾淨自然，佢係覺得你係內看形長相，而復卦係有重複嘅意思，代表住佢係慢慢咁樣生出好感。你哋見面嘅當時可能係一個普通嘅好感，但係分開之後咧，佢個腦海會諗翻你個樣去回味。補充一點，地雷復卦喺呢度出現啦，俾我一個場景係你哋當時見面嘅時候，你哋雙方或者其中一方係有伴侶嘅，但係同伴侶嘅關係係處於一個破裂嘅狀態，或者係一個唔好嘅狀態。點解我會咁講呢？我見到右手邊嘅天山遁卦，遁卦嘅核心係退避啊、退讓啊、保持距離、守住界限。對方覺得你順眼舒服，事後仲會回憶對你嘅樣貌氣質產生好感，但行為上咧就下意識咁拉開距離。遁卦講緊嘅係身退心退，佢表面上睇落去好禮貌客氣，可以正常傾偈嘅，但係佢內心係守住咗界限。天山遁卦下卦為山，即係講緊你哋係有距離，無論係身份或者係地域上嘅距離。你哋好大機會唔同一個城市或者唔同一個國家生活，又或者你哋見面之後，你哋只能夠 online 咁樣傾偈去聯繫。仲有頭先講緊嘅身份距離，講嘅唔係話上司下屬啊，又或者係甲乙方，有機會對方係一個有夫之婦有婦之夫，所以 even 佢對你有好感，佢都唔會貿貿然咁打破呢個平衡。總結，第二組嘅朋友，對方喺初見面嘅時候咧，係覺得你好溫和啦，待人得體，而且俾人感覺好舒服。地雷復卦上卦係地，佢係覺得你好包容、好柔順。如果你哋喺初見面嘅時候咧，溝通得多，佢可能會感受到震為雷嘅力量，佢就會覺得你係一個外柔內剛嘅人。佢會發現你嘅主見係相處耐咗之後先至會慢慢浮現出嚟。雖然對方對你有好感，但係礙於對方係有一啲規條規範住佢自己，所以佢下意識係會退避，保持距離。以上係第二組全部資訊。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接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。我哋而家睇第三組，第三組8613。我哋先對應下資訊牌同關鍵字。麒麟王，品牌 Ferragamo， 周易，上海，前夫，坐骨神經痛，意難平 ，VWX， 水瓶座，細個好驚衝突，最近睇咗音樂劇，鄰居裝緊修，習慣咗一個人去面對好多事，聲線偏尖或者係高音，鞋碼45號。最近事多又好雜，唔想解釋，唔想爭辯，裸睡，正緣，到緊時差，一步一步捱到而家，體脂16至20%，有寫日記嘅習慣，包容接納，太陽眼鏡，江西，品牌蓋爾斯 ，Melody My Melody。剪紙，海南三亞、亞龍灣、托拍石、網球或者高爾夫球，品牌寶格麗、冬至，裝修意式輕車風，翡翠玻璃種，西班牙馬德里，品牌漢米爾頓，裝修復古風，塔克拉瑪干沙漠。耶穌受難節16+8減肥法，地中海飲食，奇門遁甲，柏林，秘魯利馬，啱啱入手新嘅玩具，就玉，富斯科，7月，品牌灌藍絲，洗碗機，木調香水，小米手機。貓，預知夢，品牌愛馬仕，以口為業，敷緊面膜、手膜或者腳膜，胃病或者膽囊炎。
第三組嘅朋友，我哋會抽兩張牌，分別係佢見到你嘅時候，覺唔覺得你靚呢？同埋對你有啲乜嘢諗法？第三組有人係鵝蛋面型或者係面型尖尖嘅，有人因為工作需要周圍飛，有人養過或者養緊貓，有人係以口為業，包括係銷售、中介、教師、講師等等，有人三餐飲食唔定時，有人減緊肥，有人好鍾意玉器或者佢身上有帶玉器，有人今年係佢嘅多事之秋，好多凡事雜事，有人工作能力好強，而且經濟實力都好強。有人發完嘅夢係會清晰記得嘅，好有靈性；有人嘅第六感好靈敏；有人對玄學有興趣、有天賦，佢個命格入面應該有華蓋星。第三組嘅朋友，你抽到嘅卦係澤火革卦同埋對為澤卦。澤火革卦，澤下有火，代表住衝擊力，好有記憶點啊！你嘅衣着打扮咧係非常之獨特，唔係流水線普通嘅樣貌。至於對方覺唔覺得靚，我只可以話你俾到一個好深刻嘅印象佢。你基本上一出現咧，你會好亮眼、好吸睛，氣場好突出，即係一眼就會記住呢一個人。革卦講緊嘅係水火相交嘅情況，你俾人嘅感官咧其實有少少兩極，一係咧就會覺得你哇好吸引，好有味道；有啲人就會覺得你哇好有鋒芒，唔係一啲咁親切或者係人畜無害嘅類型。你個重點係你嘅氣質同埋個人風格，任何人望到你第一眼都會勾起好奇心，唔會睇完冇印象咯。而配埋隔離對為澤卦，我可以講對方初次見面嘅時候係中意你呢一類型嘅。補充一點，呢兩個卦加埋俾我一個印象或者場景啦，你哋見面嘅時候應該係一啲 party 或者係朋友嘅聚會，係比較輕鬆嘅場合，而且你仲有一種好御姐、好距離感女神嗰種感覺。你好大機會係濃顏系，又或者係中意化一啲泰妝或者係歐美妝容。我仲有一個畫面係你當其時嘅穿着可能係偏性感，或者比較顯身材嘅打扮。你當其時着嘅衫顏色飽和度應該比較高嘅。跟住我哋睇下右邊嘅對為澤卦，雙澤雙疊主喜悅啊，交談。你哋見面嘅時候係有傾偈嘅，相處感覺好輕鬆、好愉快。比起你嘅外表吸引佢，佢更加欣賞你嘅性格同埋表達能力。佢係非常享受呢一份好開心嘅互動。咁你哋大概應該係朋友組嘅局去認識嘅，或者你哋第一次見面嘅時候係喺一啲好需要講嘢或者有音樂、好愉悅、開心嘅地方度見，即係例如係一啲酒吧啊、音樂會啊等等嘅地方。卦辭入面講麗澤，朋友講澤，佢對你開頭嘅感覺咧，係覺得你係一個好投緣嘅朋友，好傾得埋。而上澤下火講緊嘅係同你相處得舒服，個人好有感染力，好明豔，好撩動人心啊！總結，初見面嘅時候咧，對方係覺得你好有親和力，而且好識得釋放自己嘅魅力。你嘅氣質係自帶光彩同埋張力，帶俾對方少少性感嘅氛圍感，配合埋對為澤卦，佢覺得同你相處落去好投契，氛圍輕鬆又愉快。對方係絕對對你有好感嘅，而對方對你嘅好感咧，好明顯係呈現喺表情上面，所以你應該係睇得出。以上係第三組全部資訊，睇緊視頻嘅你，如果想加深同我嘅連結，可以 click 右下角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！今日嘅大眾解卦就到呢度，鍾意呢條片嘅朋友可以點讚、關注、留言俾我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